关系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。来看南投市营北国中的人龙队收到荷兰的邀请，6月2日要去因遐参加到民俗的艺术节。馆长柯淑华专工到学校来授旗，亲身为新内容来点眼，希望学生人龙让出着自信，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美好。 在气势十足的音乐中，营北国中的人龙队热力登场。去年到波兰演出精彩表现，和欧洲的观众正赞叹。今年受到正式邀请，将代表台湾参加国际民俗艺术节。那小孩子也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社会的赞助，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感恩。南投县长柯淑华亲身将代表应邀的南投职工的旗交予营北高中，并且勉励这些囡仔以文化自信走向国际舞台，勇敢展现台湾的水。学长姐呢带着学弟妹一起来练习啊，那透过这种的最重要的民俗技艺的传承。 现场乡亲嘛做伙写祝福的话，将对囡仔支持化作一句一句的温暖话语。 在开工仪式甲各界祝福中，营北国中的人龙队要启程，要有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